上去什么呢？就提拔进步了，提拔节，提拔进步了，等于就就上了说吧，管理节吧，人那样，你不牛人，那没毛病。考完了你不牛，出去买来着，就把那个不牛，那没毛病，写什么人，也不公平，都各谁都是上下家。考量到这问答之意，所以先前所引述的《修信大乘经》，在前文应当有引述一部《修信大乘经》，也针对这个意义而说：若知菩萨不住般若，信解大乘，于大乘中随修何行，我终不说能得出离。他是说，菩萨如果不住于般若，没有令般若蜜在自己的相续中升起，那尽管是对于大乘有信解心，做怎么样的文思都不能够证得出离，都不能够从轮回脱离。你知道你把的现在定面在上的出现嘛就不见了，你第一件的，你可能呢都个他从这个呀，就身体写过来，那开始我做的，那你把的现在上的出现嘛就不见了，你可能呢都个，可是他从的这个就是，你过去就身体了，那我不见了都是写过来。以上都是告诉我们，不要仅以证得奢摩他、三摩地作为满足，更必须要寻求毗婆舍那。一直到这里为止，都告诉我们，不要以奢摩他为满足，要更进一步来发起毗婆舍那，引述了许多的经教来说明。一旦呢，你把哈通的那个去，当哈通的那个。人们问心他们的些有，你把我是他同不的，还是那里，他那个为真正的话，他这个同不的，也对的，上去上面就把老个，一个情况，他从那这个那个是，基本是没安全那个，上去上面就把老个，一个情况，他从那这个那个是，这得干什么的？你把这个都给就真的些，你把特别去没细些不的些，一旦呢，你把他从那个去写过来，他就理解，他从个做点把式，他从个做点把式，他从个做点把式的关系，他从这样的讲特点是个做点把式，他从个热的有是，他从这里一能看这个是有些。他从公别去，他从公就肯定是公别的事情，你公别最的去，公别他从主别去，那公呢，他从的觉得主的肯定是主的事情，你才从啥的去，都是啥这个系列说，他从的错点吧是的，他从的学长也多呀的，他从觉得用那这些的定用我吧，为了错事的，他从的热议要看这个年纪，他从公别最的去。双节，你光呢，他从特别菜的就写，这些都是写的是。第二是学习毗婆舍那之法，第一是学习奢摩他之法，第二就是学习毗婆舍那之法。那么先前也是讲到必须要修学毗婆舍那的原因所在，在这里就开始讲起如何修学毗婆舍那。在这里分为4科，首先是依止毗婆舍那之良，要升起毗婆舍那，它的因或者是方法为何？其次，毗婆舍那所有差别是讲毗婆舍那内在的区分，如果加以区分的话，有几种毗婆舍那。第三，修习毗婆舍那之法，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毗婆舍那。第四，修习故毗婆舍那成就之量，借由这修习来成就毗婆舍那，究竟以什么样的量准来说以升起真实的毗婆舍那？就依这4科来加以说明。首先依止毗婆舍那之量，因为毗婆舍那的升起必须依因而生，在谈论这个因是什么，
毗婆舍那内在的区分是第2章，修习毗婆舍那之法是第3章，修习之后成就毗婆舍那之量是第4章。他当中的错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呢，松肉鸡呢，新的马路不是前边开发店的是，松肉鸡的那个，当那这个店呢的，雅虎鸡哈古片也是新的马路的那这边的哈古片的，开发鸡店一间，开发鸡也给店的店一间，啊呢，给这个样，怎么买的？嘛是店一间。第一次来，你为怎么买被用过的？啊，先要确定这买吧，那这买不起，怎么买被用路进，俺就给年家，年底是，这个新的马路不进给的，新的马路不进给的，偏跑起给的。第三年要给确定要给就那最老实话，那个家长在怎么买的，用路进年。아니 표보다 상대 방법推荐 아주 그推呢推荐给学了几节，人家推荐给学了给大家都要，그 고야지 우기를 이 고야지 상대 예를 들어서 아니 사용기 제바 사용기 안에 주체는 제바잖아 사용기 맞지 이 근원에 또 따와지 줘야 제바지 이제 따와지 오는데 또 봐 사용기 해를 이 야우지 또 봐지 뒤종기 줘야지 사용기 야우지 또 봐지 하동기 저기 좀 해도 되는 거 같지 하동기 저기 좀 해도 되는 거 같지 좀 나도 메로니 가르쳤네. 소르기네. 제 동반에 때문에 소르기네. 제저 동반에 야구지 하고 경계 해봐지 이게 이 야동에 때문에 소르기에 베지 제송법이라 되나 뭐 되게 쯤에 좀매be 종로지 마시 셰버디 네 안좋겠네. 네네다 뒤종기 필요지 주도지. 뒤종기 필요한 게 팽이 만들어서 제도 그 때문이요. 내내 뒤종 필요기 줘야 되는데 산종기 필요기 안에 와서 제거잖아. 또 주도 제도가지. 또 도가지. 되네 네부터 하동기 저축 매도로 그래죠. 首先，毗婆舍那的质量是什么呢？最初要亲近舞蹈，了达宗教的智者，也就是对于佛语的意义，它的关要何在，可以正确无误了解的智者，依止他作为老师。要听完无垢亲近经论，就在这老师身前，身旁来听闻清净，没有过失，正确的经论。那在老师那里所听到的法，这个法是正确无误的经论，所以一指一位真实不颠倒的是法，在他的跟前来听闻没有过失、清净无垢的经论，因而能够升起闻所成慧。那闻所成慧还不算证得空性。了解是粗略的了解，但是还未证得空性，所以进一步要再升起思所成慧，这时候对空性升起比量，借由思维观察种种的原因，而升起空性正见，所以升起空性正见就是以证得空性，由闻所成慧，进一步再三的思者而升起思所成慧，证悟空性。那这是不可或缺的毗婆舍那的资粮，所以说不可或缺的毗婆舍那的资粮是什么呢？要能够善为了知空性义，了知佛语观要的智者，亲近他作为老师，并且呢，在他的跟前来听闻无垢清净的经论，像是中国大师的《道次第》，透过耳闻而升起闻所成慧。但是闻所成慧升起，它并不坚固，常常会忘失，所以还要透过思者经常的思维最终升起空性正见，证悟空性，得到思所成慧。那这些是毗婆舍那不可或缺的资粮。
难道没让我是？第人的家难道没让我？人的两种真些有，人路就不大区别，到外面，人路谁要到，接到我谁要干，他就把你基本上人，人路属于东北人是的，南路也是的，人路就单老是不大区别到，不大区别是那个地步土呀，地步土呀的到我这边呢，这上游的到我这里先说呢，不大区别到我这里先有，然后就多说呢。就在人路的点了，不大区别到门呢，接到我多的是啊，接到我点人路的点里，接着写到门那里，接到我多的，他东的多我就没谁别想啊，这里人路的点了，不大区别到我几把车门那么进还都马上呢，接到我多的啊，他东的多我，他东的多我就是这谁嘛来讲，一种情节。是不可或缺的，比如神啊，正阴之良。那接下来又谈为什么是不可或缺呢？因为如果对于实义，这实义就是诸法的究竟实相，就是指空性。讲到实义跟空性，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名称。如果没有决定见，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把握的知见，并不能够生通达如所有性的毗婆舍那。这里的如所有性所指的依然是实性，依然是诸法的究竟实相。那所以说，必须要有这些正因之良。如果没有，对于诸法实义的决定见，没有升起对空性的比量，证悟空性，那是不可能升起通达如所有性的毗婆舍那。你现在到，你可能你再不有，到我的再不有，我们到我的，现在有到我是的，当天了没得，年天了等不起，再不有是，当天是这个，年天是今年有，来讲在给上的线不知道，俺来当天是年天是当天了没得是就当天了不给就一毛钱没交，当时也记得。当天了一起嘛，这个节讲，当天了每天是，每天了这么说的，每天了一起不去，去接的呢，再过的这讲，再过的是，你这样了，俺来当天每天的好过的讲，再就当天了一嘛去，每天了一起呢，再过有的，你一起了，俺来当天到每天的切不的辛苦。的确呢，俺那眼睛就送了几天空头去过了是，所以要寻求实性寻求空性正见。我们要寻求这个正见，必须要依了义而善寻求，归依不了义，所以要依了义，归依不了义。有关于了义跟不了义这两项，下面还会再谈到。因为我们依了义，所谓的依指的就是相信，相信了义，归依不了义，不要相信不了义，相信了义而寻求空性正见。正直之前必须要先了知了不了义的差别所在。我们说要相信了义，不相信不了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知道了义跟不了义之间的区别，才能够解悟了义的经义。内容前面这边现在瞬间起不是，人这个当天了每天谁的感觉是系统的生的，对亲爱的特点。前面这边是，前面就是个老面的，前面这边是，前面这边现在瞬间清不清的是，
老满给现在孙子进步，是给公包这月定居了马店呢，没有农村那边南岸出生路的，他也，我这新进马路过了，但不是，差我家。现在传统年代的肯定是西湖的，肯定是哈姑姑的事呢。老满给现在孙子进步几个，公包这收入进来定过来家里。点嘛人呢？这现在孙子老满不让点的嘛有些关注嘛就这个收入的这点路呢，啊呢，没有啊，农村那个是，没有说的没农啊，没农啊去农啊推给农村这面呢，啊农可能看农说的这钱下呢，那我也就是，啊你要是不点的这两冲着的话。都说基础的，那我也说是弱的，然后这家的，第一张的工程性质嘛多吧，对，路路大的现在甚至经过，这不采访，但是这个工程性质嘛多了，定过来家，但不着，对呢，反正一点的好过来家，好了。那如果不依止定量的大论师，解释诸佛密意的释论，就如同身盲而无导者，会前往险要之处，所以应当依止一个正确不颠倒的释论。我们要依止了义，但是了义跟不了义如何能够知道？确知了义跟不了义的方法为何？就是要靠着定量，所以定量就是没有错谬。这些大论师解释诸佛密意的释论，如果不依止的话，那就如同一个盲人，盲人是需要引导者。如果一个盲人没有引导者，随意的乱走，那很可能就堕入到险隘当中。所以不去依止这些没有错谬的诸大论师解佛密意所造的释论，而随便依止一部经论，那就会像是盲人没有引导一样。因此呢，必须要依止一个不颠倒的正确的释论，像龙树菩萨这些定量的大论师所造的释论，我们才能够了知了义跟不了义。哎呀，这不老面包，这不采访看的这些的定过的是呢，但别定过的呢，我们就问呢，长期中间的年纪，但别年不，长期中间的可能有让给，公给生肉的呢，农给担保的，但别年不，要当买给他谈些当这，有买去他谈些当这，什么多么年的，这个是，都就多么年。这个小人农担别是，怕把路路机查送的用是这个电影的，这个采访的他，传些兄弟的让给农电要的，担别你不，他谈些的这有没有？他谈些的这什么东西你的，会不小这个也是，的，年岁的，超过3天查到送到那个大的也是，专门给他不要解决。我平时我路路大不也定过，这个路路大的送了也定过来讲。好，要依止哪一位量师傅？这是佛陀世尊自己曾经清楚受记能够解悟甚深空性义一切佛语圣教的心要，远离所有有边无边。在多部经典当中，都很清楚的受记，名为龙树，它的名声遍扬三途。那佛陀自己是曾经在多部经论当中就已经清楚的受记。那将来我圣教之心要，能远离一切有边无边，清楚阐明者，就是龙树。这件事情是遍传于三地，地下、地面及地上所有一切世间必须要依止龙树菩萨所造的释论。第一种呢，刚才都到这讲，点就没讲。那你老是红什么？
이 제문 저기 루루다도 선로가 되는 또 제루들이 다 사지 송지 아내는 내den지 송로 뭐서 아니 또den지 송로가 내den지 송로지 종지 간지지래서 문제 지지 루루지 공부를 저 루루기 대 공부를 대다 간지선데요 선데요 수제도 좀 내지서 공부니 저 따와 때는데 저 아니 이제 미소는 아니다 공부니 따와지 아 때는데 저지 제배 때는데 수지지 송어진 사실 되지 아 어디 사실 송지지 강자나 那应当依止龙树菩萨所造的诗论来寻求通达空性之见。在这里又分为3章，首先是明了义不了义经，要认识什么是了义经，什么是不了义经。第二，如何去解释龙树菩萨的思想。第三，前2项已经确定之后呢，就要抉择空性正见。如何来抉择空性正见的方式，一共有这3章。동부的年代就说了没什么的，你可能你都不明白那几年，当年都没听见讲啥主要是，这生了的定律，这生了的定律的话都，那当年还不一样，也是，生了讲是，你说那做几300万的，那做不赢的，上这个生了定啊。就像咱们的那做几昂给送下边，送这样那做不几样来讲，送这讲就叫那做几300昂给那做不赢的那是，人家人家今朝我写个店的，什么店在不是几在不是家长呢？啥的人家人啥的，看着的送了看着这个店的家长呢，上呢，你200店就送这个店的，这可能的都不价格说，200只收入的店呢，你可能都会说是，第八地区就能对了，这样的那都是可以的事。最终要认识了义与不了义经。想要通达证悟真实性、证悟空性，必须要依止佛语。如果不依止佛语的话，就无法证知空性。但是佛语是依着所化有情众生种种不同的意乐，所以说种种不同的经教。那么究竟要依着哪一部佛语来寻求甚深的空性义呢？那应当依止了义的佛经来通达真实。我那今朝我是年代的，今朝我是当代人他们是你绝对不能下地。当代就送这，年代就送这，谁呀？你看这是呢？你送这的绝对不能呀。当代就送这，年代就送这，谁呀？绝对不能去鼓励下，绝对不能下地。但当我点把你，但当我东北人是的，但当我东北人点把你，人家送这的200点就送这的，这年代就送这。工作点把点别送这的，你专业点就送这的。门诊鼓励讲。那么究竟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呢？那是依所权来安立所谓的了义经跟不了义经是就经典的所权内容来加以区分安立。如果是开示圣义那圣义所指的就是空性，开示空性者是了义经。如果开示世俗谛就是不了义经。因为空笼统有了解种即空，有的人路中没事别当不了，路中没事别都笼统。让他去不了，让他写啥的空就跟笼统有了嘛，都让他写这去不了。空生下的空的这些都不应生有，200点就路的你看，200点就路的你看。路的你看些哪些也条件的几条件，大概上这3个经给的，上个月那个各的几条件不应给的，说你的呀，200点就路的你看，200点就路的你看些哪，路的看的关注如果3个阶段就200点，路的给安尼关注如果点的这呢，关注如果3个
로디 디체네 돈댕이 도레자 로디 거다 내가 담보 로디 거다 내가 담보 로버트 담보 저다니 네베다스 어떠스 건조 로버트 땡킹게 로디 디체라 돈댕이 도스기레 내가 담보 로버트 땡킹게 소로 디체라다 너 디체라 네덴지도 소로스기레자 나 오늘 건조 로버트 땡베 로디 간디지 뭐는 정보리서나 로디 거다 치도 이게 나쪽과 치도 이게 나쪽 때문에 저다니 더해 다니죠. 로디 거다에 치도 이게 라면은 나쪽이 거네 땡이 어디에서 이제 건조 로버트 땡이 어디에서 예 친다면은 나다 저저라면은 나쪽이 거네 땡이자비 저저 이제 거다 건조리 이게서 디기긴 로디라 라데도 쓰기레스 야 로디 거다게 서무다를 까고 또 그럴까 로디 거다게 아니베 서무 똥바니 아니 하고 갈라카고 또 도야 갈라카고 어디디 서무 똥바니 때부터 루트다니 니베데 로디스니 도스니 제고레자 예소스 接下来又引教正理，就中国大师讲到刚刚所说意义的一个根据所在，那是引述了《无尽慧经》，意思跟先前所讲的一样，只不过是引教来证明，指出刚刚所讲根据就在这里。《无尽慧经》说到何等名为了义其经，何等名为不了义经？那是一位大菩萨所提出的问题是某一位大菩萨提出的问题。回复是，如果有哪一部经典，它是安利显示世俗，这些经典就叫做不了义经；如果有哪些经典是安利显示圣义，那这些经典就称为这个了义经。那如果更进一步来说明，那么究竟什么是安利显示世俗？那如果有显示种种字语句，开示种种的道理，那这些就称之为不了义经。所权主要都是世俗法，开示这些内容的，就是不了义经。那如果有经典，它是在显示甚深难见，甚深的空性是很难见、很难证知的，难见难可通达的空性之意，这些经典就称之为了义经。아니 방아진만 그때 세 방아진 성도 아무도 나서 세부 거기 말이야. 뭐 제기 딘디레 세 방아진 야부지 거기래. 와나 그래서 대단히 간디스 땡기도 치도 이게 나서버게 아니 그래서 땡기려나 그래서 땡기 치도 이게 나서버게 간디스 땡기래 선나자 원나 건조 때문에 전대는 건조 때문에 제라시 예라스 아마지 대단 때문에 대단 루에 대단 때문에 되어 가르레스나 자리 한 기송요 마세 대요 루데레스 현대 세월의 때인데 루레 현대 세부팅이레스 루데 봐야지 내내래 루데 거다 다도 신지도 아다 루데 가시 말이야 다 신지스 소스니, 기부스니, 와사, 켈레지, 해부, 제법부, 사부, 된다게. 내가 뭐뭐 도와? 다스니 지지, 신진스니 지지, 소스니 지지, 소스니 지지, 지지, 기부스니 지지, 와사스니 지지, 야 켈레지스니 지지, 해부스니 지지, 야 제법부스니 지지, 사부, 소주탄 거예요. 미미도 저 담바지 고사 과자 나래 부대 과자 미게 나라리 뭐야 과자 맛도 그래요 이거 뭐야 집에다 니 남의 패션 되는지 없다 뭐티베 좋은지 쏘나래 아니 그지 지 고단 제는 제시 지기제 가서 그렇지 최초라면 남의 자네 민라면 그렇지 다샤버지 이 소자제 송해서 그래서 들이
马上几个名言呢，用没到说看最近就送下个，这刚刚工作如果电动都是那个来讲，工作电动你接一接，结果不到超不给他做几些不叫，给他做手头他呢他做几，些不是叫了，哪个没好了，哪个打不了，我那装呢，这他的主播给要么给他的主播要不按照电影节，你那装有点比较我说，我之前那装点。电放的来讲的呀，他底下给人留言有他那的钱，大的是的。那么渐渐继续讲下去也会越来越清楚。那刚开始不能够马上的了解他在讲什么，但是后来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是在讲什么意思，那是在讲什么意思逐渐就能够清楚了。他是说到。由显示世俗而成为不了义经，那究竟是如何来显示世俗？所以种种字句显示世俗名为不了义经。那究竟它显示的方式又是怎么样？那由显示圣义而成为了义经它又是如何来显示圣义呢？就在这部经典里面前述的这经典里面，很明显的来宣讲就是前述所前面所引述的经文。又接上去更清楚的来讲。那如果有些经典，它是由种种的名言来讲，有我、有情、命者、阳者、士夫、我的伽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那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名言来说有我，这些就是显示世俗这些就是显示世俗的经典，就称之为不了义经。那这里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名称，说我、有情、命者、阳者这四个，加上士夫、我的伽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总共有10个不同的名言，所指的都是不对伽罗，都是不对伽罗不同的名称而已。我们对于这些名称只能够把它理解为不对伽罗。只是所运用的字词不同，这些字词都是来自于过去外道的论点，因为结合着不同的差别法，所以安立不同的名称。那佛陀在讲的时候，就原本的用他们的名称来说，因此一个不得伽罗，它不同的名称就有10项。开示种种说有我的这些名言，这就是开示世俗的方式。于无我当中似乎有我开示的时候似乎显示有我，那这是不了义经。我的传干啥？我的找我去。俺都得光打，俺都得个些个，公办年生，千万没不行，没不没不行，我不是得结果没，结果没，没结果，星期没吧，数没吧，马上没吧，哪部没吧了，哪部没吧，那不特别good，对不对？但你也别等一下，那不特别good公办年，那不特别good千万没吧，那不特别good没吧没，那不特别good我不得结果没吧，结果没吧嘛，基本上我这些恋爱就是刚刚的，那他们公办年定义为一张，年代进度是一个，年代电脑都是一个。有一些经典当中是开始空性、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生、无有情、无命者、无不得伽罗以及无我等等诸解脱门，这些经典就称之为了义经。那就是经典当中开示的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作、无生、不生等。那这是显示圣义显示空性。这就是如何开显圣义的方式，这些经典就是了义经典。我听呢，其他没报了，其他没报是最报那边这个自己的不东西，最报那边就是的他没是的改着搞，他没是的管的他，那就，光是要么的，光是要么的是的，光是早年的没报定的哦，
다 매서도 다 라인의 주고 매도 되요. 주고 나버 제세 주고 라인 주고 라인이 주고 제. 다 매서도 뒤에 주고 라인이 주고 가제 주고 바까니. 그래서 다 매서도 다 라인이 뭐 매도 되요. 지오 매서도 라인이 지오 매서. 라인이 주고 지오 매서 되요를 말고 판이상도 지오 매서요. 예 가제 주고 지오. 근데 주고 가제 주고 제베 추지 추지 때문에 제가 예단된 요리 예단된 요리 아이 고데 케베 다로 소바 다다 신신세야는 때문에 주고 마제베 추지 딩이 되서 예단된 요리 도스 예도 도스 레자那这是说，开示无我及无生等断绝细论，称之为了义。所以断绝细论，是就所破而言，它是破除所破。当我们说无补特伽罗的时候，并不是讲补特伽罗根本就不存在，而是说，补特伽罗无自性。这所破就是自性。破除的细论就是自性的细论，所破的细论来显示无自性成立。所以说到无生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无名言生，而是说无自性生。那像这样破除所破断绝细论是显示了义这是显示了义的方式。如果像先前所讲的开示有我补特伽罗有情，显示种种的名言，这是以不断除细论的方式而说，那这些都是不了义经典。对的。我今天也说的，每天进入的当天进入你的社会项目的，当每天个人的当天个人的当还不对啥。这当然就是大面包的，小面包说天哪里有讲，教当天那新鲜素教些呢，就是关注来讲，这个关注些的，两趟些关注两把些的，两把些的，我们这方都是来讲的，用个地方的今天还不讲，这个讲我是，你看电影，而且说呢，电影真接不来，录电影真接不来，但我电话去呗，去吧。等我买了，等我买了，公吧，而且准备公吧，有一些刚送吧那些，年代录的大概其他些，年代就送了大概，接触的些学家，而且准备公吧的，有一些吧，中间的就看的些多了，对吧？而且刚刚年代录的一吧，年代定义有个的，新模的讲，然后录的讲呢是。新鲜观察基本点新鲜什么呢？观察什么呢？大家也蒙偏爽，这种对不对呢？这样的是的确刚刚多一点的，加上的确大家电影节不跟过来的，空气不同的，也是也算差的，个差样的这些，要不个呢？原来咱的空家的，空到农家的些。所以既然已经这个说明了如何显示了义，如何显示不了义，就可以知道究竟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那所以无我无生等就是圣义，而生等像说到我，说到补特伽罗，都是世俗。那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圣义谛是什么，世俗谛是什么，在经典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说明。接下来又引述了《三摩地王经》，说到当知善事宣说公视为了义经差别。佛陀所说的经典当中，凡是宣说空性者，就是了义经的一个殊胜法，一个差别法。那凡是有经典，若说有情速取事，其法皆是不了义。凡是有经典讲到了说有情。有速取事，速取事就是补特伽罗，那之前提出的种种的名言，那这些都是不了义经典，
在这里引述三摩地王经的根据，但先前也已经谈到这个意思，应当已经都知道了，在这里就是引述它的根据何在引述经教来证。哪种这种的，我们拿回来张龙寺，并且这部嘛是我们拿回来张，别的人呢，人当不这个可能你别的人当不东西这个的，你别的也是。如果你是的，第二度呢，同一点，第二度把它，人当不满意不，跟住这个的，这个同一点，给着，空的这个找，还给个接受着，空的这个找我，他把上街摊子只用。娱乐这个一些那有钱来尝试，弄这种，你别的朋友问你，人当不，你别的朋友问你，人当不的。